今仔双北市各家人宣布放风台假，也毋过哦，桃园煞正常上班上课。桃园市长张善政的面册有真侪人表达不满哦。有民众讲，新北市的南口甲桃园市的龟山小外，有人咧放风台假，住伫龟山的人就爱去上班上课。路树摇来喊去，卡努风台暴风圈豆豆接近台湾，800机头原本公布作业，因为风台甲安全因素，800机宣布初三停班停课，只有桃园宣布照常上班上课，互真侪想要放假的桃园市民真失望。怨叹桃园龟山、新北南口一线之间风台假算是拢无共。以这边为界，规定来讲，这边是新北。那一头就是桃园啦。我跑业务的，往前在一段距离就是新北的。在桃园龟山甲南口交界伫国道1号高速公路顶悬的文化三路青草标出悬界，新北放风台假，桃园正常上班上课。除了龟山南口，包含桃园路甲惠良地区，也是桃园甲新北市隔壁，接对万有之宜。气象局风力预测，桃园不管是平均风或者是阵风，伫各个时段用要甲台北同款，卫生部公布，市府也做出回应。这两个原则权衡之下，我们觉得说还是应该依照这个科学的依据，既然离这个停班停课的距离还相当大，我们就是不要停班停课。市长张善政表示，原则上希望其800头4县市公布，不过不是唯一考虑，也需要考虑实际状况。即马到目前为止，桃园风雨无大，休假期间依然有家长送囡仔去读册，因为无放风台假是合理的。记者综合报道。